practice paper 1第8條。好啦，嗱咁呢度咧好得意嘅就係咧呢種題目咧其實近年咧比較少出現喺 paper 1嘅 A1 啦，即係甲1啦。OK， 咁通常都出喺甲2，因為佢問軌跡的話咧，都會喺甲2見得比較多，同埋會出得再難少少。咁但係因為佢 involve 到呢個坐標嘅旋轉啦，呢個 transition 啦，咁可能會A1 都會見到佢。好啦，咁我一齊嚟望一望啦。佢就同你講啦，有兩個坐標 A 點就係呢度 ，B 點就係呢度啦，負2、負5同埋負3、4咁樣嘅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。佢就同你講 A 點 ，OK，is a reflection image of A naught 啦 ，is a reflection image of A with respect to the y-axis。咁即係 A naught 呢一點係 A 點對住 y-axis 作反射軸去做一個反射啦。OK， 跟住 B 點咧 is rotate anti-clockwise about the origin through 90度。B 點要原點 ，OK， 圍住個原點轉咗90度，順時針定逆時針啊 ？anti-clockwise 逆時針 ，OK。逆時針轉咗90度，跟住就去到 B naught OK。好啦，嗱咁我哋首先做少少嘢先。呢啲題目都係啦，嗱我會教大家畫圖去處理嘅，因為其實咧畫圖咧畫得多咧，你後尾就會唔使畫都可以做到呢啲題目㗎啦。OK， 好啦，首先 A 點負3、4，咁我當負3喺度啦 ，OK， 負3喺度啦，4喺度啦，好唔好？咁呢個就係 A 點，有冇問題先？好啦。佢沿住 Y 軸反射 ，Y 軸係呢條 ，OK， 沿住 Y 軸反射 ，Y 軸係呢條的話，反射過去呢度距離幾多格？呢度距離3格，咁所以左邊都係距離3格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去到呢個位，呢個就會係 A naught。A naught 呢個位咧，佢就會有一個同樣嘅高度啦，咁都係4格啦 ，OK， 咁所以 A naught 嘅話佢就會係3、4，咁所以我哋 A 點嘅坐標咧 ，A naught 嘅坐標就會係3同4。留意佢叫你寫出 write down， 你唔使有任何步驟嘅 ，OK， 咁其實你都冇任何步驟可以俾到佢嘅，除非你真係畫翻個圖出嚟俾佢嘅啫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去到 B naught 啦 ，OK， 嗱 B naught 咧有兩個做法，第一個做法咧就係你 Form 1學嘅。背咗個 transition 佢 ，OK， 順時針同逆時針唔同嘅轉法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嗱，咁首先第一個講咗呢個背咗嗰個 transition 嗰個規矩先啦 ，OK。嗱 ，B 點而家喺度 ，OK，B 點而家喺度，我寫喺下邊啊，冇佢寫喺上邊。好啦，負2、負5 ，OK。而家佢同我講逆時針轉90度，逆時針 ，OK， 一個鐘喺度啦。一個鐘喺度啦 ，OK， 逆時針轉90度即係點啊？即係咁樣轉啦，係咪 ？OK， 即係支針會咁樣翻嚟㗎啦。好啦，咁個箭嘴指住邊邊啊？個箭嘴指住呢邊喎，係咪啊？OK，個箭嘴指住呢邊喎。OK， 好啦，咁於是乎咧，首先我將佢前後調轉咗佢先。OK， 將佢前後調轉咗佢先，然之後個箭嘴逆時針嘅呢個箭嘴係指住左邊，所以我將左邊呢個數字佢嘅符號調轉5、負2，呢個就係佢嘅答案，得唔得？90度逆時針就咁樣轉啦，咁就箭嘴會指住左邊嘅，順時針就係咁樣行啦，箭嘴會指住右邊嘅。OK， 咁你將佢黐埋一齊咧，其實會變咗一個 X 嘅。咁我自己寫 X 係咁樣寫嘅 ，OK， 咁所以咧你可以咁樣記啦。咁呢個就背咗嘅方法嘅，咁我自己會咁樣記嘅。咁學校老師同你講話咪順時針咪右邊嗰個轉符號咯，逆時針咪左邊嗰個轉符號咯。你想嘅話，你記咗佢都 OK， 冇問題嘅。好啦，咁再 afterwards 嘅話咧，咁我哋第二個方法點處理咧，就係畫圖 ，OK， 又係畫翻個圖出嚟先啦。好，我哋畫翻個圖出嚟之後咧，好啦，嗱 B 點負2、負5、負2，我當佢 around 喺度啦，好唔好？呢度係負2啦 ，OK， 負5我當佢喺度啦 ，OK， 負2、負5，所以呢點係 B， 得唔得？好啦，而家將你乘畫翻啲距離俾佢先，呢度高幾多格？高5格，呢度橫向幾多格？橫向2格 ，OK。好啦，而家將你成張紙逆時針咁樣轉，點樣轉啊？逆時針係點樣轉？逆時針係咁樣轉啦，定係咁樣轉啊 ？OK， 逆時針 OK。嗱，你而家指住呢支啦，呢支我當係時針啦 ，OK， 咁時針你順時針嘅咁樣轉㗎嘛，係咪 ？OK， 咁所以逆時針的話係咁樣嘅
得唔得？逆時針嘅話係咁樣嘅。OK， 咁變完之後咧，咁我畫翻出嚟咯喎。OK， 畫翻出嚟，望住呢個樣畫翻出嚟。咁但係有啲特別嘅就係呢度本身係 Y 軸，本身 X 軸，但我逆時針轉完之後，佢會變咗咁樣嘅。好啦，咁我望住呢度畫啦喎。OK， 望住呢度畫的話咧。咁呢個交叉係呢個位噶嘛，係咪？交叉喺呢個位的話，咁而家呢條變咗做 Y 軸，呢條變咗做 X 軸。打橫呢度有5格 ，OK， 個格數唔變嘅，呢度係5格，得唔得 ？OK， 向上呢度有2格，所以佢都係唔變嘅。好啦，咁我用翻呢個概念去諗翻到底呢個交叉呢一點到底係幾多？橫向5格，所以呢個正數 x 係5括弧。直落咗2格 ，OK，Y 軸呢個位係0，直落咗2格，所以佢 Y 係-2，刪括弧，得唔得 ？OK， 咁所以轉完之後呢一點就係5-2 ，OK。好啦，咁所以 B not 咧，我哋就可以寫到係5同埋-2啦，得唔得？記住都係 write down 嘅啫，唔需要任何步驟嘅，咁同埋你嘅步驟其實都係咁樣畫圖嘅啫，最多。OK， 你就記咗呢個規矩佢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去到 B 題的話咧。A 題我哋咁樣就做完啦 ，OK，A not B not 咁樣做完啦。OK， 反射做咗，旋轉做咗啦。去到 B 題，佢就同你講 P 係一個動點 ，P 係一個動點即係我唔知佢喺邊度，即係佢可以係任何一點 ，OK， 佢可以係直角平面上左邊嘅任何一點，但係佢有個條件嘅 ，P 同 A not 同 B not 等佢 ，OK， 佢要係 P is equal distant from A not and B not，OK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就要揾個 equation of 個 P，locus of P。好啦，嗱有2個方法嘅。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其實你可以記咗佢，如果 P 係同 A not B not 等佢 ，OK， 即係 PA 會等於 PB，sorry 寫錯 A 添 ，PA 會等於 PB。咁呢個 situation 咧，其實我知道佢係一個 perpendicular bisector， 佢係一個垂直平分線嘅一個情況嚟嘅。如果你軌跡嗰個係有留意到呢個位嘅話咧，其實你係可以用垂直平分線去做嘅。當 PA 等於 PB 嘅時候，呢個一定基本上 DSE 嚟講一定係 fit 呢個狀況㗎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如果唔用呢個方法咧，亦都有第二個方法嘅，就係咧而家我 P 點我當佢係 X 同 Y 啦，好唔好？X 同 Y 同呢兩嚿嘢等佢啊嘛，係咪？咁你學過距離可以點計啊 ？Distance formula，OK？Distance formula， 我唔知中文係咩，唔好意思。好啦 ，distance formula 嘅話咧，咁我用翻 distance formula 啦 ，x 減翻 OK A not 嘅距離先嘅2次，再加翻 y 減翻 A not 嘅 y 坐標嘅距離嘅2次，呢個咧其實真係不是定理啊 ，OK？ 其實真係不是定理嚟嘅。咁咧我喺度寫啦，其實真係不是定理嚟嘅。OK， 而家3、4的話，咁我當佢喺度啦。OK， 咁呢度係 A 點啦。咁如果我係呢點嘅話，呢點係 P 嘅話，咁到底佢距離幾多咧？咁就係首先計咗橫向，再計直向。咁我計到呢個斜線啊，橫向嘅2次，再加直向嘅2次。OK， 橫向嘅2次，再加直向嘅2次，再開方翻佢就計到斜線嘅距離。呢個就係我哋嘅 distance formula， 咁就等於翻同樣都係 x，OK， 同樣都係 P 點距離 B not 減5嘅2次，再加翻 y， 今次係-2，咁我哋就係加2嘅2次 ，OK。咁你兩邊都有開方，咁就兩邊一齊2次咗佢啦，好唔好啊？兩邊有開方，兩邊一齊2次的話，咁我剩翻括號入邊嘅嘢 x 減3嘅2次，再加 y 減4嘅2次，就會等於 x 減5嘅2次。再加翻 y 加2嘅2次，好拆括號 x 2次減 6x 再加9再加 y 2次減 8x 再加16等於唔夠位寫添應該。好啦 ，x 2次減 10x 再加25再加 y 2次加 4x 再加4，唔好意思啊，有啲逼啊呢度。好啦，咁我將佢執靚佢啦 ，OK。咁你執完之後咧，你會發現嗱呢度 x 2次 y 2次 x 2次 y 2次，其實可以抵消晒佢嘅 ，OK。咁你剩翻啲數字喺度，呢度首先第一樣嘢，我寫錯嘢喎，呢個係 y 嚟嘅，唔好意思，呢個都 y 嚟嘅 ，OK。好啦，咁第一樣嘢我哋執咗 x 嗰啲先 ，OK。負6x 啊，將佢抄翻出嚟先啦 ，OK。負6x 加9減8y 加16就會等於負10x 加25。
加 4y 再加4。OK， 好啦，呢度呢條式我哋執翻靚佢，執翻靚佢之後咧，咁我哋就會變咗做 4x 啦。跟住負8減4，負12y 啦，跟住9、16、25再減25，0咗再減4，負4等於0嘅。咁我又出到呢條式，呢條式就會係 P 嘅 equation， 就係 P 軌跡嘅 equation， 得唔得？好啦，咁正路如果大家記得佢係一個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嘅話 ，OK，perpendicular bisector。如果大家記得係呢樣嘢嘅話咧，咁其實我係可以用翻我哋揾翻個 midpoint， 揾翻個斜率去做嘅 ，OK？ 好啦，咁首先揾斜率 MA0B0， 佢哋嘅斜率係幾多啊？佢哋嘅斜率係 OK A 喺度啦 ，Y2 減 Y1 啦，4減負2啦，即係4加2啦 over 翻咁Y2 喺呢度啊嘛，咁我 X2 就係佢啦 ，X2 減 X1 啦，咁就6 over 負2等於負3 ，OK？咁如果要同佢垂直嘅話，要同 A0 B0 垂直嘅話，咁我照寫翻直接負1 over 負3啦 ，OK？ 係啦，咁咧就會變咗做1 over 3嘅，攞翻負1去除。點解？因為兩個斜率相乘的話咧，兩個斜率相乘，佢要係垂直嘅話咧，佢相乘埋一齊會係等於負1嘅 ，OK？ 佢會等於負1嘅。咁我攞翻負1去除呢個，咁最尾就出到1 over 3。1 over 3就係我 P 嘅斜率 ，OK？P 嘅斜率，好啦，有 P 嘅斜率之後咧，我再去揾翻 A0 B0 嘅 midpoint 終點 ，OK midpoint 終點，好啦，揾翻佢嘅終點之後，好啦，首先一個係3/4，一個係5負2，佢嘅終點 x 坐標3加5 over 2，其實真係等於4 ，OK 4減2 over 2，咁佢嘅終點嘅坐標8 over 2即係4啦。2 over 2即係1啦，得唔得 ？OK， 咁佢終點嘅坐標係41，用呢個我唔夠位寫添，我喺隔離寫咯。好啦，應該得嘅。咁我用呢個有個 point， 有個 slope， 有個斜率，有一個點，我可以用點斜式 point slope form。y 減1 over x 減4等於1 over 3，有冇問題？好啦，然之後再嚟啦，3y 減3等於 x 減4。x 減 3y， 負4加3負1等於0。好啦，計到呢條式，咦？點解呢個同上邊呢個答案唔同嘅？因為上邊呢個其實我未做完嘅，我去到最尾嗰步咧，我係要約翻揀先可以獲得到我呢度嘅答案，得唔得？寫得可能有少少亂啊嚇。係啦，如果大家唔清楚，可以留低 comment，OK？ 好啦。嗱呢條式咧，其實我要約翻揀，大家見到4啦、負12啦同埋負4全部都係4嘅倍數，我可以將佢抽個4出嚟，抽個4出嚟呢條式都會變翻做 x 減 3y 再減1等於0，OK？ 得唔得？